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这部是来应答破歌声，来继续带来一首《饮杯酒》，来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谢谢。咱欢欢喜喜捧一杯热杯酒，咱爽爽快快饮一杯欢喜的酒，一杯来我敬你，迄杯来祝福伊，事事行行也如意，轻轻松松无忧无愁，欢喜过日子。咱人食饱字，不管是为什么，不管是啥代志，心情也着放互开。伊嘛福气哟，嘿，伊嘛福气哟，伊嘛福气哟，嘿，伊嘛福气哟，祝福你，祝福你。咱斗阵就是福气哦。咱欢欢喜喜，搁一遍哦，来。咱欢欢喜喜捧一杯热杯酒，爽爽快快欢喜的酒，一杯来我敬你，一杯来祝福伊，事事行行也如意。轻轻松松无忧无愁，欢喜过日子，快快乐乐，人忙无路，人人食饱字。为什么？不管是啥代志，不管是啥代志，心情也着放互开。伊嘛福气哟，嘿，伊嘛福气哟，伊嘛福气哟，嘿，伊嘛福气哟，祝福你，祝福你。咱斗阵就是福气哦。轻轻松松无忧无愁，欢喜过日子，快快乐乐无烦无恼，人人食饱字。不管是为什么，不管是啥代志，心情也着放互开。伊嘛福气哟，嘿，伊嘛福气哟，伊嘛福气哟，嘿，伊嘛福气哟，祝福你，祝福你。咱斗阵就是福气哦。一首就是这个轻松带有这个气氛的，还有点杯酒。哎，一连杯酒啊！哎，连杯酒是迄一了收香去啦，忘去啊！看像这鸡尾酒，这款的像这些就是生沉炸弹。哎呦，宝宝啊，好了啊！哎，迄高高的先透一个啥？透个鸡尾酒啊。这上紧绷啦。对啊。连杯酒。老师啊，你讲迄上紧绷少年那种事件，迄呢，迄高酒啊、白酒，搁透一个秘鲁咧。对啦，因为像这女人不醉，男人就没有机会。但是咱两个袂说遐早醉啦，迄拄则两个吼，你嘛错误，我嘛错误安尼吼。你头壳算真清楚，因为小等下继续要搁主持，要醉的时阵诶，主持了后要醉才会使醉吼。是。好来啦，吼，观众朋友，咱若总有机会出去啦，啉酒也好，吼，当然不可以贪杯。啊，伊记咧，爱早啊，无但讲讲，即摆人会记咧哦。开车绝对袂使啉酒，啊！你若要啉酒，当然咯，你会记爱人讲代驾爱请者吼。迄即马吼，咱阿爸母啊，人即马迄吼，叫一个代替你开车，对，代驾啦。虽然你车已经开出门啊，对无吼？你讲啊，无我车要安怎？哦，即马迄代驾足方便的，你甲叫来，一届两个人来，一个甲你开你的车，一个吼，搁坐咧车底缀你转去，等你开伊的车转去啊。你若差不多伫迄个10公里内面啊，
我看价格嘛，差不多伫迄个500-600块。对，哦，500-600块尔。啊，若发落去，唔通500-600块啊嘿！你唔开啦，去开偌济？去开9万块起跳。哎呦，系啊。对啊，对啊，对啊。好，来，谢谢哈，感谢您哦。哇，我来看嘛，今仔已经上线的咱好朋友姚大哥、木火大哥、董文明大哥，谢谢秀仁大哥、汉文大哥，哇，来自咱的文川大哥、李月姐姐哈，谢谢你们哦。嚯，Oh my，哇，今天好多，严明虎大哥上线哈，谢谢台北陈大哥、芙蓉姐，好，台北江大哥、春来哥哥，啊，还有秀芳，谢谢尤大哥、尤大嫂、邦桥的美珠。哦，感谢运动哥哥，咱的徐爸爸、徐妈妈哈，来春雄哥哥，哦，你今仔真早哦，拍波啊够早哈。康苗姐姐好，文龙大哥，谢谢咱的秋景阿嫂、丽娟，好，静弟姐，哦，713211哈，新朋友5810的，感谢丽婉，哦，来文川大哥、李月姐，谢谢，感谢恁的捧声哈。我即摆很主持吼，嗨，我来读国语的。啊！你台语的时，看你的反应。看这个主播的时阵对无吼，伊的能耐。你要讲国语，我来讲台语啊！我来哦，试看卖。讲做啊，1分情啊，1分情，3分甜，3分甜。对，10份祝福啊，软心甜。哦，10分的祝福，安尼你温暖你的心啦。温暖伫你的心肝底安尼。哦，这个面不见啊。哦，那无法度见面。心相连。心肝相连，一声问候，一声会甲你问好，问好，嘿，胜千言啊，对啦，胜过吼千言万语啦，嘿，有知足送昨天，啊，知足甲掌上吊，开心过今天，欢喜吼过今仔日，快乐迎明天，啊，快乐啊迎接明仔载哈，平安健康每一天，平安健康每一天。水啦，来，甲你拍下个分数先85分啦。人生吼，就敢若亲像一支这个鉛笔共款。鉛笔咯，这个看起来先还阁真长。是。但是写起来时阵不知不觉的时阵都无去啊咧。是哦。直直底去安尼。所以讲人生吼，伊是倒数计算。对。伫这个时阵。会当甲咱一这乡亲好朋友，大家结缘，这是会使讲是方年，啊，甲将年这个福气安尼。所以讲呢，咱拢要讲一寡好话，是讲一寡正能量。正面的话。啥物叫做正能量呢？伊就是呢，爱互人希望啊，互对方的时阵方向，对，也互人这个力量，互人智慧，互人有自信，互人会快乐。又果是呢，就即个新的一周的开始呢，一礼拜开始，会记你只管就是向前行啦，因为有搁再搁较好的即个物件，会伫你的头前先咧等你。互家己一个拥抱，互家己一个一声即个加油你爱相信讲，你所坚持的即个物件，总有一天伊会变倒转来甲你拥抱你。祝大家心想事成，大家健康幸福。好，谢谢大家来哦。哇，感谢阮的李月姐姐、淑珍姐好，咱来龙华大哥哦，龙华大哥你好哈，廖大哥好。来，今晚呢要来准备着今仔日头一阶段，就是咱这个点歌的时间。今仔安排头一首歌曲《路顶了解我心意》。雨に濡れてる赤い日が裏町酒場。来，第二首歌曲《温泉乡的流浪梨》。月亮也走落去味温泉乡的大梦暝。第三首阿红的心声。春
阵小雨阵阵落，甲身躯淡孤孤。来第4首哦，痴情花。当作讲我亲像一蕊花，深深为我来痴迷。如今变成要甲我找，既然叫我回去我家。来第5首《怀春客》。日落西，天色黄昏，火车跑山轮，怀春客。来第6首上尾这首《小雨》。今夜风雨飘飘落袂离，阵阵初声滴滴带情意，热恋的天气，亲像今夜的暗暝，小雨啊，你敢过会记？来，以上6首歌曲，跟咱观众朋友来做互动。来，卡头前的专线电话8326-317。8326-317。欢迎头一位观众朋友就线。喂，喂，你好，王文阿姐。听电话内面的声音。喂，你好。喂，阿姐哦，来，华丽啊。姑娘啊，你好。啊，王文阿姐啦吼。你即摆是要点歌啊？要要名？点歌。哦，点歌我1跟2。1跟2。好，无问题吼。好，谢谢。谢谢平安哦嘿。好的。温泉乡的流浪。来，谢达成大哥。嘿，嗨。点歌一个。好来哦。第1首甲第3首。第1甲第3。好，没问题哈，我得较紧的给你下开。了解我心意甲阿红。达成大哥哦嘿，谢谢。来，尤大嫂。喂。阿嫂你好。美女帅哥老师好。好。啊，我来点哦。第1甲第4。第1甲第4。无问题。好，谢谢你。谢谢啊。好，平安。来，红帅吴大哥你好。我点第3条跟第5条。第3甲第5。好，无问题，谢谢。平安喽，来，摸到许大姐。哎，两位主持人您好，我要点第1甲第5。安尼哦，好，谢谢喽。来，等下你好。哦，恁两个好，大家好。今仔要听倒一首？第1首。好。路顶了解阮的心意，甲第3首阿红的心声。无问题，好，谢谢哈，平安哦嘿，谢谢。来哟，蔡妈妈。哟，两位好。哎，你点1跟3，谢谢谢谢。1跟3。好的，谢谢。喂，你好，陈妈妈。喂，嘉玲，我听路顶了解我的心意，阿哥阿红的真正。好，拜拜。拜拜。1跟3。谢谢。来，姚大哥你好。两位有爱，我要听第1首甲第5首，谢谢，感恩。好的，没问题。好，谢谢。来，秀芳姐。哎，嘿。Hello， 芳玲啊，江玲，你们两位好。你好。啊，我要点歌。好来。来，请点。那个第4首，甲第6首。千惠。安尼哦，甲第6首哦。第4七千惠，甲第6首吼。好，我下开哈。好，谢谢。平安喽嘿，好来。文东哥哥，文东哥大哥你好。喂，王玲你好。哦。你好，江玲老师你好。洪大哥你好。1跟3呐。1跟3。好好。1加3。好，谢谢感谢。哦，没问题。米花姐姐。漂亮宝贝。嗨，芳玲。酷酷哥。
好帅哦！谢谢。我尽量要听第一首跟第六首。1跟6。好，谢谢你华姐姐哈，收视长好，感谢，谢谢你。身体健康。来，康苗姐姐哦，哟，来，好年你两个好，我点第一个第三啊。第1跟第3。好哦，我写开哈，平安哦嘿，阿姐啊哈，平安，谢谢哦，我写开哈。来，佳佳，欢迎，嗨，江妮老师好，刘小姐你也好。今天要听倒一首？阿红的心声，好好，迄个七情花。第4首。好，谢谢你。没问题，谢谢啊。来，祝咱临盆的黄小姐你好。欢迎你好，我点第1首到第2首。第1首到第2首。好，黄大姐了哈，好，谢谢，感谢哈。来，观众朋友，谢谢你。来，观众朋友，这个时间咱就是点歌吼，啊，来后边这几首歌看6首，啊，其中对几首介意，拢总好欢迎恁电话甲卡开。严大哥你好。明浩哥哥。哇，恁两个搁醉落咧吼。哎呀，忙去啊！今仔搁唱醉得好你咧。哎，安尼吼。哎呀，今仔我穿啊遮古水遮水。哦，谢谢。哎呀，啊，恁两个好啦，大家拢好啦。谢谢你啦。我3组啦。3组哦。3组。好。我写开啊哈，感谢即摆真是要来开哦，二手哦，哦二手啊，最好二手要来开，腰啦，开腰吼，来好。头一首上侪人点，好来，头一首就是咧路顶。无咱妈自杀噶吧？哦，路顶了解我的心意，老师你要唱日语吗？来，我来甲唱各半。安尼哦。安尼我咧讲吼，头一首的时阵来甲唱台语，是。头一段啦。哦。第2段来甲唱日语。哦。第3段做一个。台语的收尾安尼，是这样子哦。哦，来，这首歌曲真侪人点哦，吼。来，咱这达成大哥、王文姐姐、尤大哥、尤大嫂、许大姐、当的哦，蔡妈妈、陈妈妈、姚大哥，还有咱康苗姐姐、文东哥哥、美华姐姐、甲酷酷姐、黄大姐所点。来，刚您来给咱献唱《路顶了解我心意》。夜半的路顶凄美，照阮心内边。愿搁再想一时，过去已经过了时。感情放也放袂离，不想起，伊怨也是会来想起。路顶啊，只有你。了解阮心意。每年流的地里，卡伊形啊，我的娘你爱侬，有人嘛只萨卡巴。のかの歌も寄せば思いの上まる寄せよ今さら
夜半的路灯暗淡，照阮心茫茫。因为我不知去应当，才会失去爱情梦。贴丝丝在轻重，无期望煞来误会分开西东，路灯啊早茫茫，斗做彼个人。路灯了解我心意，有男脑子三卡巴的事。哦，这首歌曲足侪人点的吼，谢谢啦哈。来，老师继续，咱来市情会第3首，再来安排阿红的心声，吼，换方林来献一首歌来啦哈。谢谢，感谢哇山顶来，感谢哦，党的李月姐姐、秀仁大姐、阿兰冰豪哥哥、文东哥哥、冠中大哥、姚大哥、素梅姐。郭大姐，你今日袂赴点歌哈？来，阿雕兴哥哥哦，感谢春来哥哥哈，淑珍，谢谢我们淑珍姐、佩华姐，啊，还有咱徐爸爸、徐妈妈哈，米华姐姐甲酷酷姐，感谢素英姐、盛吉大哥、蔡妈妈、毛豆徐大姐，啊，恁的抱啊声哈，感谢恁某某的抱啊声，拢总收到哈，这工练的歌哦，吼，拄则恁甲拍，今晚换我唱歌，哎，记得哈，甲阮加油者哈，谢谢。市情会。市情会，烧酒一杯搁一杯，当初讲我亲像一蕊花。为我来凄美，如今变心想要甲我找，伊咧叫我转去我家，烧酒一杯搁一杯，啉不出目屎滴落地。怎样袂难过？放撒我，放撒我，放撒我一个，啊，你敢真正袂后悔？亲像一蕊花，深深为我来凄美。如今变心想要甲我找，伊咧叫我转去我家。烧酒一杯搁一杯，啉不出目屎滴落地。袂后悔。当作讲我亲像一蕊花，深深为我来痴。
心要甲我找，记得叫我返去我家。嘿，烧酒一杯搁一杯，饮不住目屎滴落地。3年斗阵无算地，叫我怎样袂难过？放下我，放下我，放下我一个，你敢真正袂后悔？会。当初若毋是安尼吼，你会花言巧语，安尼甲我讲安尼，系啊，安尼忙输输啦。对。嘿，讲啥物一生的当中，是你要为我死，为我亡，要为我做这个的爱情服从。结果的时阵，迄天发生迄款意外，真歹，甲人讲出来迄个代志的时了后，你就绝情绝义。啊。日安尼每一摆拢总比一摆较冷淡。安尼吼。啊，无怪人讲我是一个花痴。花痴叫做痴情花，就是花痴。花。好来，感谢山顶吼圣吉哥哥，草屯的庄大姐嘛上线哈，新店的郑太太，谢谢尤大哥、尤大嫂，莫道的蓝许大姐、苏梅姐、达成大哥、康苗姐姐、申叔哥哥嘛上线，苏英姐好。美华姐姐、米子姐姐上线喽，谢谢佩华姐，感谢秀仁大哥。感谢咱剑山哥哥，咱的金叶仔吼，董先生哈，尤大哥、尤大嫂、蔡妈妈啊，谢谢林嬷嬷的这个捧啊声哈，哇，今天呢观众朋友拢有准时收看吼，谢谢你们哦，1759，感谢18626，来，即摆呢要来进行到咱这头一阶段升杂志2首歌曲，咱等下要来进行就是第2阶段听歌。要歌名，好咧送互咱观众朋友哈，来骹手较紧哦。今仔日若讲会歌名，若再想骹手较紧就要电话较紧。我今仔要送咱即领6笑7笑的，即领吼正名牌哈，百货公司才有啊，你才看会到哈。真品质。拉扣式的吼。酷气牌，酷气牌，毋是智能啊，并嘛毋是大电话。当然毋是咯，吼，啊这呢触感有够好，咪，迄加落一刀，佮刷落大领6笑7笑的哈。触感有够好。是哩，吼，来今天回要送互咱观众朋友哦，吼，来准备。我来陈雷，歌，这个过去真迄段的歌曲。好来4字尔，来注意听。念迄个无缘的人，怎样予我心头乱？当初你若莫感情跋这重，今日也免为我地怨叹。敢是我痴情过头重，也是你目头有较悬，想要将你放，想要将你放，心肝又不甘，因为你是我最怀念的人。念着迄个无缘的人，怎样予我心头乱？当初你若莫感情跋这重。
也免为你在怨叹。敢是我痴情过头重，也是你目头有较悬，想袂将你放，想要将你放，心肝又不甘，因为你是我最怀念的人。这首歌曲叫做什么名？内行拢知影。那这个歌曲，伊的歌名、歌曲内面有啊。来，咱伫遮的时阵，好听拢伫遮，吼，怀念的啦，怀古思情的啦，吼，好听的啦，流行的，拢总伫遮。所以，起要来甲唱对蔡小虎的一个非常动听的歌曲，我来甲演唱这个歌曲。阮是故意。多情，天空顶闪闪是一个飘落在他乡哪里？想要在迄当时，约束的日子，今夜露水陪阮放开你。阮是故意。阮是故意，环境叫我离开你。为什么纯情的爱对待你，为何你无勇气来表示？阮是故意，阮是故意。为什么一场纯情美梦，美梦变成空？阮是无爱，阮是无爱，爸母甲你拢是阮的爱。多情，天空顶闪闪是一个飘落在他乡哪里？想要在迄当时，约束的日子，今夜露水陪阮看归日。阮是故意。故意，环境叫我离开你。为什么纯情的爱对待你，为何你无勇气来表示？阮是无意，阮是故意，爸母叫阮离开。为什么一场纯情美梦，美梦变成空？阮是无爱，
爱，阮不是无爱，爸母甲你拢是。阮的爱，这首歌曲叫做什么名？来，这个歌名伫内面啊。唱差要到10遍啦。来，这个歌曲的时阵，那恁要无着，毋是我的目的，我是希望讲会当做这个唱着做这个共鸣。这个歌就是迄个痴情花下集，结果现在知影讲毋是迄个查甫无情，毋是查甫的时阵食这个老自己，做伊走去死，毋是，伊是呢因爸爸的反对，所以讲做这可能青少年的关系咧。不管如何啦，总是讲来甲做一个做这个一道感，来，我这边主持来甲奏一个这个轻松的这个音乐了后呢，要来甲公布做这个答案。来哟，来，我听大哥。公布答案。来做一个炸鸡。炸鸡哦。甲这个先冻点啊啦。冻点啊，遐。炸鸡。无搁接一个好无？拢总卡，无法多接啊啦。来，最后这两位。来。喂，林丽姐，什么歌？安尼就对嘛，太要做了，尽量啦吼。已经甲吹1摆啊，我咧讲时间，来，即马要来甲公布。怀念着迄个无缘的人，怎又予我心头乱？怀念的人4个字，好，过来先是5字的。阮是故意，阮不是故意，环境逼阮离开你。阮不是故意。来，安尼观众朋友啊，其实是足侪咱观众朋友用到哈。我们今天特别很多观众朋友都猜对了哈。来，请考哈。真强。谢谢哈。来，皆大欢喜，这真好啊。对啊。小弟个单抽奖哈。来，先个收开。来，老师呢，即马要来进一条啊，即来嘛爱广告呢，唱歌咱已经连续已经唱足侪首啊呢，1、2、3，5首歌曲。唱一段感人的心声。安尼吼。阵阵小雨阵阵落。来，讲到感人的心声吼，老师啊，咱来等下即个广告，就是你故乡的物件，上厉害就是嘛，人人知影。咸酸甜，是品源头，我晓得伊。来哦，观众朋友啊，迄安尼一粒甲食落去吼，会当生津止渴，好食，食了佫会煞喙。咱即摆吼，足侪咱在时代今年7、8、10岁啊，食你若饭食的时阵，咱啊做油粗对无？迄若你咸酸甜甲食落去的时阵吼，帮助消化。好你会我讲吼，伊会肠胃，就是讲你若胃口无好的时阵，伊会开鼻。本地喙焦焦的，大家靠对无？
哦，伊会像。我敢若吼，我敢若讲尔，嘴烂就流出来。生喙烂。对啊，对啊。生喙烂的时阵，咱咧食吼，伫咧食的过程咧吞落去，先才袂假掉咧。对啦，对啦，对啦。帮助消化。足厉害哈！当然，伊内底都有酵素啊、纤维啊、维生素啊、这矿物质啊、有机酶啊，这拢足好的物件。所以讲，有的人讲啊，日本人上爱食，吼，迄咸酸甜的日本人哦，但是因做个足咸的。一原味的。吼，啊，日本人爱食原味的。我咧讲吼，啊，咱即马吼，咱台湾人咧做的无共款，吼，这口感连日本人都学了，才会得志哈。好来，我来进一段广告时间，谢谢。来外销日本的哈，日式美品来啊！我若吼一般拜六礼拜了后吼，我就安尼去互观众朋友甲我吹。哈，芳玲啊，迄吼即礼拜时阵，我囡仔转来吼，孙仔转来，一个头一包落去的时阵，大家食到饿了会得志，讲干嘛？50分钟讲分了了。分了了，我咧讲吼，咱迄一组安尼吼，啊讲安尼，迄个一包，迄个一包都无啊啦。来，观众朋友啊。这尔厉害，这尔好食，就是日式美品。每一粒拢人拢啊，每一粒我咧讲哦，拢总单一包装，每一粒拢总单一包装哈，无籽 Q 好食，佮袂伤酸，袂伤咸哈。啊，我咧讲吼，尤其是这呢，拢每一粒拢总是安尼特选的。啊，咱这吼刺甲咧扣好啊了后，囡仔食、大人食，你免惊讲去见着。吼，甚至呢，咱梅仔就会当生煎煮卡。我咧讲吼，我安尼甲透开了后。啊，尼鼻子会鼻一鼻尔，啊，就喙烂水。喙烂水怎流出来？就是出蛇同款。所以讲，咱观众朋友，你若出外的时阵，你有去运动啊，你会记咧，梅啊甲炸安尼，吼，安尼甲炸，伊咧一粒一粒方便啊，靠底下地咧。啊，若运动了，你的喙打着无，无方便炸水，你就甲含一粒啊了后。生丁之吼，啊，就喙烂水就生出来啊哈。啊，而且呢，伊对帮助消化。吼，啊，你知影讲吼，梅啊，若食落咱巴肚底的时阵吼，伊会呈现啊碱性。啊，咱会改变你酸性的体质咯。蚊仔较袂厚，迄长期性甲食性比红酒较好哦。日本人上爱这梅啊哈，吼啊因这个，因来梅啊了便当内底讲哦，有种太阳便当有无？内底就放一粒梅啊啦。天然的丰富剂啊。是啦，吼，来，观众朋友啊，咱若人啦会生烂的时阵吼，迄叫做快乐因子。喙烂若生出来的时阵，人就安那精神较好，心情嘛较好哈。所以讲吼，伊这内底算，我讲食阮梅啊，心情会轻松。吼，喙食物食着安那，会安尼开心呢，就是这。啊，日本伫咧卖的时阵，一包490块，2包哦买起来时阵980块，对无？定级的哦吼。咱若观众朋友若有机会去日本的时阵，你都在超商里面都看得到呀哈。来，今仔安尼一组就980伫日本买对无？来，江林家己的在地哈，故乡哈。你我讲吼，这阮园林遮，阮在地哈，咱的播音室都是伫园林。啊，阮的公司看出去是阮。东西南北拢总是密真工厂。拢总密真工厂，都安尼就看会到。所以讲，观众朋友，你买到是绝对上介好的，因为吼100外间的每一个公司挑选一间。上界清气，上界好。密真工厂啊，吼，大汉的囡仔啦，对啊，哦，对3岁4岁会晓撞的时阵，就拢伫遐对头看到尾。当然，哦，伊的这个卫生，这个制作流程，这对照这日本时代甲即现主时，已经超过100年以上的老，哈，像这个老日本厂。对，来讲到这老师啊，咱这吼2包就是伫日本。980块嘛，今仔就是在地哈，在地的时阵一定要互咱观众朋友一个优惠的介绍。当然，来，今仔你若甲咱注文交代时阵哦，买2包，再加码，搁加送1包。买2包的时阵变3包了。来3包的时阵吼，共款是980块啦，吼。980块。啊，江林1包互江林送，啊，芳玲搁加送恁1包。搁加送1包。来。买2送2啊哈，安尼无够，我讲吼，头家啊，咱的观众朋友已经甲咱买啊，大家吼拢已经啊买甲足欢喜啊，食甲足欢喜的，拢总甲咱斗相报。今仔日若电话卡通的时阵，搁加码，搁加送1包，拢总是等于买2送3，买2包送3包。5包呢，来哦，观众朋友啊，5包摕倒转去哈，980块尔980块。来，电话即马开始，互咱观众朋友来卡，080081810800815188。
181电话甲出入去。来啊，即马开始，互咱观众朋友敲电话啊哈，真正是吼，大家食到饿到甲会得志啦。喂，你好，喂，你好，喂，大哥你好，观众朋友你好，你好，你要梅啊吼？有，好，要一组啦吼，好来，我下开下开，来，你刷卡开接落，你等我一下哈，来，刷卡先甲接落，有诶是大讲。芳龄啦，我进前甲你买过几落纸啊，但是5包无够呢。恁今日若甲我注文买2组，2组10包对无？2组10包吼，来观众朋友，今仔佫加送你1包，11包1960块，来0800，老师你啊较细声咧哦吼，来08008151810800815181哦吼。来，如果咱今仔若是新朋友，我电话先甲恁写开尔吼，先写开，等下甲恁回电话哦吼。来08008108000800815181哦吼，喂，你好。哦，是吗？2组吼，谢谢我来写开哈，大家食到饿到甲会得志的哈。哇，来，喂，丽妮姐姐哦，嘿，哇，要1组还是2组诶？一组就好啊。好，我写开哦嘿，好，感谢你哈，谢谢。喂，你好，新朋友哦。喂，是迄个小姐。啊，你要梅啊吼？我要订一组梅啊，我甲你讲哦，你我的电话即马唔是12822啊，我即马电话改83186来，我知阿姐，我先甲你写开，等下甲你看哦嘿，好，我等下甲你回电话嘿，谢谢，好。喂，你好，素文姐姐。喂，我甲你买一组。好，1组吼，我写开哦嘿。一组吼，一组。来，文章大哥，文章大哥要1组呀？好，写开哦嘿，好。来哦，玉凤姐。玉凤姐要1组，吼，要1组吼，好，我写开哦嘿，好，感谢哈。来，哇，这新朋友来。喂，你好，嘿。哦，你等我者，等我者来08008108000800815181，啥方面你都买买啊？大家拢食了拢会煞嘴，安尼买了搁再买，咱甚至有阿姐吼，甲咱买了搁再买，安尼买1组，要搁煞落买迄大组的。你若拜6礼拜时阵吼，你甲看卖啊，这看偌方便就好，这个透开了后，内底就是安尼，内底就是安尼一粒。好，安尼呢，食落去的时阵，你看吼，每一粒。拢总是安尼啊 ，QQQ， 每一颗哦都是 QQQ 的哈。来哦，电话互咱观众朋友来看哈，其实每次都满线啦。白菜大哥遐，阿姐哦，要1组，好，我写开哦嘿。好，谢谢，感谢哦哈。来哦，喂，一包1000。喂，康苗姐姐，好，要1组吼。好，对，多谢。好，我写开吼，感谢康苗姐哦嘿。好，来，王月姐姐，你好。喂，你要1组？我要伫个马最早的。好，我写开哈。好，谢谢你。好，我知，我有写开啊吼。王月哈。好，松柏街啊吼，我有写开啊嘿。好，你老朋友啊，喂，你好。我记住。哦，你要安梅啊吼？一包。哦，1组吼，等下再甲你回电话哦。等下甲你回电话哦嘿，吼，因为你新朋友嘿。来08008108000800815181，啥方面吼，其实拢总袂搁介绍啊，因为咱的梅啊已经卖2档的时间啊。观众朋友若食过，你将来毋捌食过，讲以前咱拢有食一寡有籽的对无？你毋捌食过这种个无籽的梅啊哈？吼，生丁止壳，而且每一粒拢总是淋，袂伤酸，袂伤咸。大人囡仔大家爱食，甚至你会当入菜。我讲过，咱这会当啊，你卤猪肉、卤猪脚的时阵，甲卤5，那像我讲2卡猪脚，我就卤5粒。啊，你来泡茶的时阵。像讲这囡仔即摆上时间，梅子绿茶对无？咱若咧泡茶的时阵，甲落2粒啊落去的时阵，梅子绿茶，我咧讲绝对是比外口伫咧泡的时阵，外口手摇饮搁较赞。你像讲做咱咧店中的哈，岳凤姐啊，阮咧大哥啊，伊逐工拢甲泡红茶，内底甲落1粒梅仔落去，好，食外饿了咧哈。来08008158，来，喂，你好，喂，阿姐哦。你要1组吼？好，咱前妹姐姐啦吼。对。好，我写开哦嘿。好。1组就好啦吼。180哦嘿，谢谢你哈，好，感谢。
来08008151810800815181哦吼，电话互咱观众朋友来卡。来，王大姐你好。嘿，王小姐，你要几组吼？我要第一组。哦好，我写开哦嘿，好。 349。两天内底，礼拜三过了哦吼，礼拜三吼，拜三会使，唔好拜二哦，拜二我无伫。好，可以的，谢谢你哈。好，08008151810800815181哈。大概若卖的时阵，我咧讲吼，你敢知？咱卖甲梅啊，卖甲信用偌好，迄外口完全，我咧讲，你食袂着。 吃不到，因为所有拢总外销，外销了后呢，外销日本，我们只有大概伊若要外销出去的时阵，咱个拦截，大概拢超500包尔。所以讲，观众朋友，你看我的梅子，拢爱久久啊，才甲你买一个，人家一套两套，直甲咱套到真正有当时真的很无奈啦我找不到，而且呢，梅子它1年只产1季而已。 一年才食一概尔，所以讲有当时真正你这栋啊买无的时阵，爱等到明年才买得到好，来，谢谢你们了来，电话继续互恁卡08008151810800815181，所有拢做个满线电话若卡通，会记咧，加等一时因为你新朋友。 阮爱甲你留住址，爱甲你留姓名。如果我若袂付写的时阵，等再搁甲你回拨啦来，谢谢，感谢。好，谢谢大家。来，老师点什么歌？老师阿红的心声呢？来，即摆互老师来先安排一首阿红的心声。我咧讲甲即摆拢总抑个。 爬线，还搁伫线顶伫咧等老师，我来倒接电话啦观众朋友，相信芳邻尤其是这是阮在地在地的物件江林老师特别去挑选的我咧讲，真正是为细汉甲大汉拢总是啦。以前囡仔的时阵拢总伫咧蜜饯场伫咧佚佗的啦，因为足快嘛，拍蜜饯的时阵嘿啦，所以讲呢，绝对是互咱观众朋友品质上介好的，全国上介好食，尤其是。 介绍上介优惠的好来，感谢恁我即马先老师你准备好势，我先来抽出的观众朋友，咱一位观众朋友，因拄则恁来要歌，来这包还袂共放落，哇，这外口小姐接的好来，我来抽一位恁拄则要歌，一个观众朋友要着我抽一位就是要送咱恁遐配来，哎呦。 由顺天大哥由顺天大哥来，顺天大哥恭喜你！来是由顺天好，来恭喜你感谢。来，老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芳邻线卡继续甲你做好不？阿红的心声，非常感谢。 春小雨阵阵落，甲身躯担孤孤。看故乡的一片山坡，也是地落雨。凄欢的凄惨日子，叫阮怎样过？ 故乡无论怎样艰苦也甘愿，故乡的爸爸，故乡的妈妈，不知有囝无。
春小雨阵阵看，予伊感觉心也寒。伊故乡在对面山坡，目睭紧紧看。黄昏时，日头渐渐归落山仑边。等待月亮出来的时，我就要问伊：故乡的爸爸，故乡的妈妈，不知有勇行无？春小雨阵阵落，压甲身躯冻糊糊。看故乡的一片山坡，也是地落雨。凄款的一惨，只求伊怎样过？返去故乡，无论怎样艰苦也甘愿。故乡的爸爸，故乡的妈妈，不知有勇行无？谢谢。来，咱观众朋友啊，非常感谢，还有胡妈妈吼，还有就这个做咱的真民大姐吼，拢总呢也佫继续佫甲恁鼓励，佫来甲恁加油。平常时啊的时阵吼，咱人的心呐，如果网啊、雨神加抓伫咧加伫咧沾就对啊，迄款迄对生成的体质，生成的体质的心较容易致癌，较容易就这腹内面生一寡有诶无。所以讲，像这日本人真熬，伊也要食一寡像这水果啊，酸酸的迄款的虾啊，迄内面就含咧像柠檬酸呐，有这苹果酸呐，有像这有机吼，这个成分会当消毒疲劳啊，恢复体力安尼帮助消化。过而且会当先丁来，讲到这吼，观众朋友啊，录节目的时阵，电话继续互恁卡吼，啊，江林甲方林吼，因拄则共电话接足济个，真济时段讲，哎哟，等下啦，我先甲你留电话、留住址啦，袂赴吼，因为吼所有拢总满线，啊，阮等下一通一通，如果你拄则阮若有甲你接开，阮电话拢会搁甲你回拨，甲你留住址，吼，啊，再搁甲你留咱住倒位吼，感谢恁吼，啊，录节目了后，你拄则袂赴开来。等下录节目了后，江林甲方林吼，共款伫线骹继续做服务哦，嘿，谢谢。阮遮乡的流浪儿，月亮也走落去味啊，遮乡的大梦儿，寻不着吉他一支，徘徊在路边。心头乱吱吱，